通常嚟到馬年前邊或者踏入新嘅一年，我哋都會重新換一啲嘅門口地氈。咁喺馬年點樣放法？放咩顏色好呢？留心聽咯噃。如果門口行出去向正東嘅話，今年係88財星飛臨啊，可以放紅色嘅地氈，會對個財運有幫助嘅。如果向正南嘅朋友，就唔好意思啦，因為咧呢一個係病星飛臨，而且係五黃星，最好咧就放一塊銅錢喺門口，再加塊金色嘅地氈，千祈唔好放紅色嘅地氈喎，因為紅色係會令個病星更加活躍噶。至於門口係向西面嘅朋友咧，就要小心啲啦，因為是非星飛臨啊，唔好擺放綠色嘅地氈，小則是非，大則官非，唯有用紅色嘅地氈擺放嘅話咧，就可以避免一啲嘅是非口舌啦。而正德嘅朋友，恭喜你啊，因為今年係偏財星飛臨，通常紅色、黃色呢一類嘅地氈或者有金錢圖案嘅，都會令你屋企財運旺啲噶。